滿人丁水管財，點解有人旺足30年？風水佬唔講嘅硬知識，而家全部公開啦。跟住呢5招揾樓，保證你順風順水。首先，寺廟、墓園、醫院、機關單位呢啲陰氣重、孤煞地標呢，記住要避開啦。背山望水有玄機，背靠山唔一定要真山，後樓高過你個棟都得，要有靠山。咁望水海景當然正啦，但係公園、球場呢啲開陽位一樣當虛水嘅咋。客廳對住開陽位，財運滾滾來。第三，千祈咪貪得意買3尖8角嘅鑽石廳，缺角等於漏財。正方形廳堂加上4正房間先至藏風聚氣啊！如果大門正對電梯，快啲加快屏風啦。第四，3樓生生猛猛，8樓發財就手，係人都知。要注意太高層嘅話呢，未必好啊。超過30-40層，隔離棟冇人幫忙擋住，小心影響事業。第五，廳靚人旺，房安心安，客廳要光猛啲，陽台種富貴竹引財氣，睡房呢就要暗啲啦，裝雙層窗簾保隱私，仲可以瞓個好覺添。風水唔係迷信，係環境能量學，記住呢5招，幫你揾到在財旺丁嘅安樂窩。做個 friend 啦。